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稳定，甲咱做伙伫地。即时我要邀请咱大家，虽然伫即个天气较寒冷的时期，总是求上帝帮助，互咱逐工、逐礼拜，透过咱的生活、咱的生命，上帝拢其实在祝福咱。所以求上帝帮助，互咱将即个祝福也分享。互咱世界的人，所以即时我要邀请你，附近的兄弟姊妹，甲伊微笑，甲伊点头，甚至甲伊握手，然后假使你也会使爬起来，当甲伊讲一寡亲切的话，然后甚至佫会当甲伊握一个手，换一个，互别人领受到咱生命中的温暖。求上帝帮助扶持，甲咱做伙伫地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知，当阮想起阮过去的一冬的时，阮知影阮伫中间有领受到侪侪，阮知影实是毋知的祝福。总是阮也伫过去的这个年岁内底，阮知影，阮也有得罪人。甲得罪你的时阵，主求你怜悯阮、赦免阮、帮助阮，互阮真正会当听见。事实上，你就伫阮生命的路程内底，日日对阮是落祝福。求主帮助阮，互阮对无看见的真正。有望，因为阮知，这就是你要对阮的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创世纪49章第1节到第2节是安尼讲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雅各叫伊所有的囝来，讲：恁拢自接我来。我要将恁以后会拄到的事，甲恁讲。雅各的囝，着自接来听恁老爸以色列的话。这是圣经记载以色列的先祖上尾一遍的宣告。咱也会记即创世纪头前，这以色列先祖对伊的后代的宣告。第一个出现的其实是伫创世纪第9章，拉阿对伊的囝所讲的迄段话，然后刷落去是以撒对伊的囝27章，创世纪27章，以撒对伊的囝所祝福的话。虽然翻译和合本的翻译，咱的习惯会读到以色列咧祝福因的正囝，总是。神学家咧提醒咱爱会记住，这是以色列先祖的话，毋是上帝的话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创世纪所有的宣告，拢是诗歌，拢用诗歌的方式来表现。然后雅各临终进前，伊按照次序发出讲起这个囝过去。或是未来的话，伊这内容其实不只是祝福尔，同时要谴责加咒诅。所以咱等者就会读到谴责，实际上咱都已经读到啊。伊有谴责伊的囝，甚至是咒诅伊的囝哦。所以咱袂当讲这个宣告无关变，袂影响未来。确实有部分伫历史顶头来。应验总是歹势，毋是全部，毋是全部拢应验哦，毋是歹势。是安怎？因为这个话是出对人的嘴，毋是出对上帝。咱爱知上帝伫创世纪内底嘛有出声讲话，特别是伊甲亚伯拉罕的对话。
咱若参考创世纪16章的12节，就知上帝伫遐祝福亚伯拉罕。同时，上帝嘛伫创世纪25章的23节祝福以扫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祝福以实玛利。总是这话出对人的嘴，所以这话并毋是全部拢实现。过去的神学家、圣经学者真侪拢要硬证，讲这个拢有实现，歹势，毋是。我等下就证明互大家看。总是，随上过去的人甲现代的人拢相信一项代志：为人号名会影响这个人日后的命运。所以，何况是老爸的遗言，人一定会慎重来看待。雅各大声讲起来是利亚所生的6个囝，所以咱今仔读到的拢是利亚所生的6个囝。雅各咧讲因的这个过程。创世纪49章第3节，雅各就安尼吟，咱知影这是歌吼，是雅各安尼吟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。来，路边，你是我的大囝，我的情力，是我勇壮的时生的第一个囝，应该极其尊荣，气力超群。路边是雅各的大囝，应该爱领导这家。就亲像《申命记》21章17节所讲的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。来，着承认较无爱的某生的囝做大囝，将所有的财产分双份予伊，因为伊是老爸勇壮的时生的头上囝，大囝的名分是伊的。神学家瓦特·伯格曼，伊认为《申命记》这个21章的17节所记载的，亲像专门咧针对雅各，听有意思吼？亲像咧这句话，敢若咧亲像针对雅各共款的。因为咱也知影过去的故事，雅各就是爱雷结，无爱利亚迄个人，迄个老爸啊，伊就是迄个啊，对无？雅各就是无爱利亚。总是偏偏伊无爱生大囝，是安尼哦。伊无爱生大囝，所以《申命记》才会特别指出，这特别的例，无应该看作是上帝。听有意思吼？所以条讲安尼写，其实有伊的意思。雅各回顾创世纪35章22节。发生伫因厝内的见孝代，这是啥物款的见孝代？创世纪49章第4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。来，毋过你亲像世界冲的大水，袂当搁伫兄弟中做大，因为你爬上恁老爸的面床，爬起你我的床铺，甲伊拍拉伞。这在讲啥？这在讲路边甲雅各的细姨毕拉发生关系。这就是创世纪35章所讲22节所讲的代志。所以雅各咧讲路边，伊少年的时阵，伊的欲望就亲像大水迄款的放纵。伫遮咱读到一个真困难解释的字，因为全部的字，咱也知影创世记，特别是这段有真侪古早字，然后伫圣经内底只有出现一遍，所以伊毋知影要安怎解释。翻译起来叫做放冲，也是冲的大水，就亲像这个20世纪真出名的犹太律比咧讲到这字的时阵，伊讲原文应该是咧形容迄个打气的河谷，迄个河水吼，
打去的河水，真突然叫水流过，意思就是这是打去的，所以伊是欺骗靠袂牢的。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了后，路边这个支派，因是得到约旦河以东的地作业。这个支派后来也伫以色列的历史内底渐渐来消失。路边这个支派，也这个支派无出现士师、先知或是君王，无。创世纪49章第5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这是雅各安尼念吼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西面甲利未是兄弟，因的刀剑是残忍的武器。好，翻译做刀剑嘛是真古，这是古早字，惊圣经嘛惊出现一遍尔。所以学者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，将华顿这位近代古约学者认为，这是原文“挂”这个动词生出来的名词，因为这是名词吼，生出来的名词，所以原底是甲上帝立约，行割礼用的刀，后来颠倒变做伤害无辜的武器，听有意思吼？这就是迄个。本来是甲上帝立约，迄个行割礼礼仪顶头的刀，总是迄支刀，既然会变做伤害无辜的武器，所以雅各刷落去安尼讲，创世纪49章第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。来，我的心神毋通甲伊共谋，我的身魂毋通甲因参详。因为因伫受气中杀死人，乱使挂长牛的大腿根。近代神学家对迄个挂长牛的大腿根有真侪质疑。咱来知影，伫古早迄个战争互相咧相杀的时阵，迄个挂长战马的大腿根会当理解，听有意思吼？迄个马。人徛伫顶头，就是杀人的嘛吼，所以挂长迄个马的根会当理解。总是挂长牛的大腿根，就显出伊真戆。听有意思吼？这个牛是啥物货？牛是做田的啊，做田的，生产的，所以牛是象征和平。所以这嘛通看出。这对兄弟的残忍，因凊彩杀死迄个甲这个拢无相关的人甲动物，显出因真残暴的迄面。好，听有意思啦吼。好来，创世纪49章第7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会受气猛烈，会受咒诅。因的大受气残忍，会受咒诅。我要分散因伫雅各家，拍散因伫以色列达支族。分散指的是西面甲利未因两个兄弟无过联手，分散将因两个拆分散，然后拍散是指这两个支派。后来就分散伫以色列支派内底。咱来知影进入迦南地了后，西面这个支派的地业就伫犹大支派中。哦，这个有较细。这个西面的支派是伫下骹，我袂记请因放较大。咱小可看一下吼，这个。西面的支派是伫犹大的中西面支派吼，有看到无？迄个空起迄个所在，空起迄个所在，迄个是伫犹大的下骹，对，倒下。然后伊边啊是犹大，这是伊
约书亚记所记载，因得到的产业。总是后来西面支派无搁出现伫摩西临终进前的祝福。这记载是《申命记》33章第69、29节。西面无搁出现哦，西面支派无搁出现，所以侪神学家拢认为，这就是这个支派后来随迷，然后并入犹太支派的证据。好，是安尼吼。所以利未支派呢，约书亚讲，这约书亚记18章第7节，伊讲啥物话？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这后来吼，因咧分地业的时阵，约书亚安尼讲啊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利未人伫恁中间无分土地，因为做祭司服侍上的主，就是因的家业。利未支派无分到地业，总是因得到更较尊贵的地业，就是侍奉上帝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后来这两个支派安尼读起来，敢若真正有的款，总是无啥共款哦。这两个支派的命运无啥共款，因确实改成分散伫以色列支派内底，总是支派的命运伫后来历史的分量无同。咱爱知影利未支派后来出产啥物人？摩西甲亚伦就是利未支派的人，利未族的人。后来创世纪49章第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犹大，你的兄弟要讹了你，你的手要指对敌的颔棍。你的老爸囝要屈服伫你面前，好，甲头前三个兄弟无啥共款哦。雅各即时就无讲犹大过去，伊咧讲伊的未来。希伯来文内底，犹大甲俄勒音真类似，所以第一句其实是 wordplay。叫做谐音啦吼，你的兄弟要讹了你，啊，犹大就是讹了的意思啊。袂当讲讹了，迄个读起来音类似，内底有唱讹了。所以雅各是祝福讲，你的兄弟要讹了你，上时要屈服你，可见犹大未来的地位是甲现时的约瑟地位相当。创世纪49章第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犹大是细只使我的囝，你掠着拿物就倒去洞穴。犹大拍地亲像西工，倒地亲像西母，啥人敢惹伊？咱知影伫今年内底智慧的人是捌安尼讲，讲王大受气，亲像狮大声吼。对安尼，咱就知影，真早以前人就用狮来譬喻王，象征一个王。雅各的意思是讲，犹大未来一定会强大、勇猛、通惊，有狮会拄生出来细只狮的形体加特质，伊就是去食。这个拿物了后，转去洞穴倒地，也袂当凊彩惹伊。这个描述，神学家认为，这敢若亲像巴兰对以色列的祝福。巴兰对以色列上尾的祝福，伫民数记24章29节是安尼写，安尼祝福哦。这是伊上尾对以色列的祝福是安尼讲哦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亲像拍地的西工，亲像倒地的西母，啥人敢惹伊？祝福恁的，愿因受祝福；咒诅恁的，愿因受咒诅，对吧？真类似。所以神学家认为这两个所在亲像是甲做伙。咱爱知影一个游牧民族的命运，往往
就伫遮个掌握土地以及国权的掌权者，遮个王的手中。事实上，亚伯拉罕以及以撒拢共款，因拢拄着地头蛇的影响。因去到埃及，互埃及的法老，然后以撒嘛共款，拢拄着遮个地头蛇的影响，所以游牧民族会毋望因爱有土地加做王的王权，这就是这个祝福真要紧的重点。创世纪49章第1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王权无离开犹大。伊的后代久长统治，万国为来进贡，万民拢来归顺好。这句真趣味哦，咱来读和合本吼，翻译差真多，因为翻译顶头，这归必无离犹大，这头一句哦。归是啥物货？这是古早字。迄个王所惹的管的意思，迄个规叫做王所惹的管的意思。所以古早人要为着呈现这个摕这支管仔顶头的迄个人的关系，所以顶头会用迄个真贵的金属来做，亲像安尼。华语翻译做权杖，权杖。好，合本刷落讲，这个怪无离伊双骹中间。咱来知影，双骹中间是男性上私密的所在，当一个活的讲法。所以上顶的是后代，所以现代中文译本也是现代台语译本，才会翻译做伊的后代久长统治。了解意思吼，这就是这个意思吼，转过来的意思。然后这句第三句是上最正义的所在，因为第三句叫做“直等到”，这和合本翻译“直等到细罗”，迄个原本的翻译有人搁注解讲“赐平安的来”。这个翻译的方式是受施约瑟，施约瑟。是19世纪的中国宣教师，伊伫翻译和合本有真大的贡献。所以这个翻译也是这个解说，其实是受19世纪以前的圣经学者有真大的理解加影响。总是这个翻译已经无受到现代学者的接受，因为写了。这字因为唔知影要怎解说，甚至有人强力解说讲，这是未来咧预言未来的比赛啊！伊完全唔是安尼吼，原文完全无这个意思。现代学者认为，时常看见的理解叫做示罗，咧指示罗这个所在，因为示罗是以色列入迦南了后。放会幕的所在，所以这个是咧讲示罗这个所在。第二个是指迄个属地以下，这个是撒玛利亚五经的理解。第三叫做共密归伫伊，然后近代学者较主张第三种解说，因为犹大后代。既然会做王，因别人进贡的物件必然就属伫伊啊，敢毋是呢？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嘛是现代中文译本，也是现代台语译本的翻译。现代台语译本的翻译叫做“万国会来进贡”，是安尼对遮来。创世纪49章11节，咱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犹大白细只驴仔伫葡萄树，白驴仔囝伫上好的葡萄树，用葡萄酒洗衫，
用葡萄汁洗衣服。通常咱爱知影驴仔袂绑伫葡萄树顶头，因为驴仔啥物货拢会食，伊啥物拢食，你若绑伫遐，伊啥物货拢食伊啊。叶啊、果子啥物货拢食伊，所以伊若绑伫遐，就将树的叶啊、葡萄拢食了了。所以这叫做碰风的讲法，迄个华文翻译叫做夸饰法。碰风的讲法，你形容葡萄出产丰盛到，就是大驴仔绑伫迄个葡萄树，互伊食，食了了嘛不要紧的意思。创世记49章1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的目睭因为啉酒红，伊的喙齿因为啉奶白。雅各搁用人的五官来形容显出来的红甲白，来描述通看见的美好。所以伫雅各的祝福内底，犹大叫做未来。要诚做祝福地上万族主要的管道。创世纪49章1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西布伦要徛起伫海边，要做爬船的港口，伊的境界会到西顿。西顿吼，照约书亚记19章第10到16节的记载，当伊为着以色列支派分地时阵，西布伦支派所得到的地业伫内陆，有看到无？迄个空起来迄个所在。然后也无挖进海边，搁较无包括西顿，完全拢无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对因分地的时阵，咱就知影，雅各的话到全部拢实现，无。真简单，就是安尼。真侪。牧师拢想要争，即讲哦，这后来安怎无？毋是，就是安尼。因为西布伦的支派到，咱也知影12个支派，其实到以色列的这个过程，后来这个支派就成做联名，实际上后来拢成做一国、两国啦。后来拢成做两国吼。创世纪49章14节到15节，咱上尾读到的这节，这两节啦吼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以撒加是臃肿的驴，倒伫伊排的两骹蹄仔中间，伊爱安静徛起，留伫肥水的土地，伊压镜头担重担，诚做苦工的奴隶。照约书亚记19章17节到23节。以撒加日后所得到的地是亚述列平原以东，确实这个所在是迦南地，迦南上肥水的区域之一。现代有一位神学家古特维，伊认为15节后段所描述以撒加的支派。后来，因成做这个亚述列山国价财产的人，因屈服伫巴山塔纳甲米吉多附近城邦的压迫，为这个城邦做苦工，直到甲支派联名推翻因的主人为止。这是后壁的讲法吼。照古早主前4000年到2300年的这个文献，就是这出土的所在是现在叙利亚的所在，顶头有出土这个泥板。当时的人对嘴所讲的祝福，甲临终进前的吩咐极看重。
因甚至认为这是有效的。这种祝福是严肃，袂当推翻。所以以撒，咱才会读到以撒有这款的反应。咱做伙来读创世纪7章第33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以撒大惊，皮皮带讲：拄则迄个是啥人？迄个人芳拿物互我食，我食了就甲伊祝福，伊一定会得到福气。所以这是过去的人的感受。雅各针对利亚这个正囝所讲的主要祝福，其实归伫犹大的身躯顶头，是安怎？神学家咧对咱讲，创世记38章所记载犹大甲新妇他玛的故事，咱一个读的时阵，亲像拍断约瑟故事的连续性，其实是雕工安排。犹大甲约瑟拢落去到异族的所在，拢有甲妇人人接触，总是两个人的性格，伫迄个接触的过程，就随看会出来。犹大雕工爱接近妇人人，甚至互伊家己的新妇来怀孕。约瑟因为敬畏上帝，伫妇人人的引诱进前来逃走，所以伫当时约瑟伫上帝应允内底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。伊应验了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讲的迄句话。创世记12章第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祝福你的，我要祝福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伊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总是犹大毋是迄个讲袂听的人。虽然伊建议爱将约瑟卖掉，总是这是伊想要救约瑟性命的作为。伊当时也伊的新妇他玛认毋对。上尾伫约瑟的面前，犹大愿意用家己来换小弟来挽回约瑟的心。所以伫雅各的话中，实际上咱后礼拜会读到另外一段的诗歌，这段诗歌是约瑟甲犹大，今仔日咱所读到的犹大得到上大的祝福。当时约瑟正做兄弟的领袖，未来犹大要成做以色列的领袖。当然，这个祝福上尾指代笔加耶稣。伫旧约内底，互上帝祝福，意思就是为着特定的目的，或是使命受竞选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请毋通因为咱得到祝福来感觉真欢喜、真歹势哦。伫圣经内底，咱若得到祝福的意思，就是上帝对你有特别的拣选，爱你去实行伊的目的，来互咱的哦。所以伫过年的时阵，咱会领受到，咱会感谢讲，过去上帝赐福互我，但是毋通欢喜伤早。咱爱知影咱得到的，咱就爱知影这是上帝有特别的目的。这就是伫圣经内底迄个祝福的意思哦。咱来知影，对过去的雅各来讲，伊看才会看会到的物件，才算做祝福。所以，伊算见真机关，伊拢想要抓伫手中。所以，伊骗老爸、伊的兄哥甲伊的丈人，才个伊骗的过程。拢是毋望要摕到我随时看会到的祝福。直到雅博的渡口，甲上帝拄着上帝，然后甲上帝伫遐相演。伫天光的时，雅各得到一支摆卡，
加一个新的身份，叫做以色列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啥物会叫做祝福？就是爱知影拄着上帝，甲上帝相应。这样代志虽然是危险的代志，总是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。这就叫做上帝的子民。我嘛相信，当雅各年老来到埃及的时阵，伊已经心内底明白这项代志。上帝会伫人看袂见的代志顶头祝福更较大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过去的伊只想讲我要看会到的祝福，这才是真正的祝福。总是我相信，当伊来到埃及的时阵，伊已经知影这项代志啊。这就亲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神是对所毋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。虽然雅各这时的话无的确实现伫未来，总是伊有缘去祝福，听有意思吼？伊有缘愿意祝福，这就叫做信心。一个有信心的人，就是愿意为人祝福，然后会甲上帝相应。甲上帝相应的意思是，咱会问上帝问题啊。上帝也是安怎？甚至咱会伫迄个过程内底挣扎。所以，一个有信心的人，叫做甲上帝持续的相应，直到伊要甲咱面对面，这就叫做靠信心来活人生。伫咱的教会，充满甲上帝相应挣扎的人，遐个为着严重健康问题挣扎的人，家庭伫破裂边缘的人，讨厌家己甲家己工作却毋敢凊彩离开的人，伫这个世界就是咱所徛起的所在，人挣扎伫丧凶暴力，甚至是威权的压迫。因为安尼，咱会问上帝啊，是安怎？是安怎我会拄到这个代志？咱咧问，就跟甲上帝相应。然后我相信咱上尾会明白，每一个相应，甲每一个挣扎，拢是一个邀请。迄个邀请，咱持续甲上帝面对面，持续问伊问题。当迄个相应结束，看起来咱亲像无啥物改变，总是咱到迄时会知影，咱会看世界侪代志完全无同。因为当咱出力努力、心存敬畏面对伊，伊要应允咱会见到伊的面。检查伫这个过程，伊并无想使咱上要爱。有时阵伊嘛无讲啥，伊也无解说啊。问半工也无讲。有当时也会安尼，总是伊只有将伊家己互咱。检查这就是上大的礼物，伊所应允的祝福。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相信，你就伫阮的生命中，伫阮每一个生命咧挣扎的时，伫阮咧你提问讲，主啊，是安怎这个代志会发生的时，阮相信，你就伫阮的相应的内底，要甲阮，要拄着阮。求上帝帮助扶持，互阮伫这个过程，让你爱阮做出的改变。求上帝恩赐也祝福人民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